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仙兒，喺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2026年順順利利。今日帶大家嚟睇 YOHO 系列嘅 Grand YOHO，我哋嚟睇一個3房嘅大單位，單位778尺，屬於3房1套嘅間隔，門口右側已經係緊廚房，家電都非常新淨，工作台面充足，另設工作平台。入邊仲有工人房，以及配有洗手間。客飯廳一體，飯廳輕鬆放到4至6人餐桌。單位屬於中層，坐向東，前面係好開闊嘅山景。洗手間新淨企理，乾濕分離，另外仲帶有浴缸。兩間客房尺寸佈局一樣，另外一間業主暫時擺放咗雜物。主人房浴室同樣大有名次，房間設有衣櫃位置，佈局輕鬆做到3邊落床。轉個窗望出去個景觀更加開闊，廳房同向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呢類型嘅單位有興趣，歡迎揾我哋利嘉閣仙兒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